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今年的东京奥运确定要延期，全球的疫情也咧滚大，无法度冻点。国际奥委会 IOC 甲奥运的主办国日本昨昏达成共识，要甲2020东京奥运甲帕运延后一冬，上班会伫2021年，就是明年热天之前会举办，这是奥运史上头一摆。有学者是估计讲，日本的经济损失上无会超过6000亿的日票，差不多是新台票1700亿。2020东京奥运甲帕运真正延期。We have to postpone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okyo 2020 to the year 2021 with the aim to have it there at the latest in summertime 21. 国际奥委会 IOC 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暗时通电话讨论了后，发布延期声明。周18号表示，为了运动员甲民众健康，才做出延期1年的决定。按照2020东京奥运的名会保留，安倍指出会甲 IOC 保持联絡，負主辦國家責任。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打ち勝った証として、完全な形で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するために。IOC バッハ会長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当然費用がかかります。でそういうものがそれぞれどのぐらいかというのはもう全くまだ我々数字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ません。いわんやその数字を誰が負担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からの検討課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这是奥运124年来第一摆因为疫情延后举办。东奥筹委会表示，延期是违反按个保护运动员、筹备者甲参与者，按造成偌济损失，该评估。经济学家估算，延期互日本经济上无损失超过6000亿日币，差不多新台票1700亿。另外，延期了后，比赛门票敢袂当替换票，嘛是民众烦恼的问题。チケット2枚2組当ててて、一生分の運を使ってた。サッカーの一次予選と準決勝を当ててて、もう是が非でもや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のねお聞きして言葉が出ないぐらいのショック、かつちょっと払い戻しは来年そのチケットそのまま使えるみたいな。この運を使い果たした措置を何かしら取ってほしいなと個人的に思います。对门票敢当替换，条例新闻不用奥委会签订的相关契约报道，门票可能无得替换。按个日本奥委会否认，表示合约内条款甲条件，无表示门票袂当退票。批评报道无正确，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昨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国内加20例了后，昨下暗搁宣布加1例，所以目前咱国内确定病例有216例。上尾啊，这1例是某一间大学的研究生，伊是法国人，是第84案的接触者，伫咧期间隔离期间发病，昨确诊。目前这间大学内底，该有接触过的老师甲同窗拢爱隔离，而且该用电脑伫网络上课。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24下晡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增加20例了后，暗时搁增加1例，是北部35岁法国籍男性，是第84例接触者。居家隔离期间第20出现发烧、酷酷嗽等症状，昨下确诊。16，那这个是原来他是跟案84哦，是一个法籍的一个男性哦，那他是他的接触者，是某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这个个案是在2月，应该是说他在3月17号啊，是最后跟这个他这些同学接触啦。那到3月20号发病啊，所以中间其实是有大概3天的时间哦，就是说他发病前3天才跟这些同学接触。那3月17号之后他就去这个居家隔离了，就没有再跟这些同学见面了。指挥中心列出这学生接触者有29个人，目前学校相关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以外，另外这几个师生授课甲教授的课程有20个，授课人数有900多人，对今开始到31改组顽固教学。
那这些学生呢，他们所上的课呢，我们总共有20门课。那这20门课呢，我们都已经用简讯立刻的通知了上课会影响到的学生跟老师，那请他们能够在家自我健康管理，然后不要来学校上课了。那我们的课程呢，也会改采远距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可以学习不中断。到24时为止，国内确诊的拢总有216例，按照昨仔增加的确诊病例，又搁增加一例，今仔年会到5岁。3月11号到19号是去土耳其，19号入境哈，他21号才发烧。土耳其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他的这个当然他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应该比较高。另外嘛出现印尼籍确诊病人是来台湾工作1天，第一天到台湾就伫入境时检测出阳性反应。在入境的时候，那有查到有这样的阳性的反应，那当然也是送隔离治疗。另外，针对中国乌巴新政府宣布对25饭店开始，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管控，武汉市卖伫4月7日解除封城。但市长表示，等来台湾要比较办理，拢要落实居家检疫14天。既然他如果不封城了，好，那大家回来，好，基本上我们当然会对这些有坐骑的人特别注意，会照着一般回国居家检疫，好这样的一个措施来走。指挥中心公布，目前居家隔离的人有4500人，居家检疫有超过78000人。按照隔离加检疫期间发放1000块的补偿金，3月23开放线顶申请，效期2年。强调违反居家检疫规定，伫外口拍照，或者是隔离期间有领薪水的人，袂当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有216例，来看这216例是伫咱台湾的倒位啊？来看台湾的地图，目前伫咧台北市有58例，新北市有55例，台中市有25例，桃园市是24例，高雄市有14例，台南有9例，彰化有9例。啊，那伫咧这个新竹市甲屏东县是5例，云林甲新竹县是3例，南投县甲苗栗县是2例，另外嘉南宜兰拢是1例。这些资料拢是公开的，是疾管署提供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昨时警告讲，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超过30万例，而且是愈传愈紧。要保护医护人员、防疫的医疗器材，要全世界同心，做伙协调，做伙生产，互相斗相共。另外，英国即马嘛已经开始限制因的民众，英国人3礼拜内拢袂使出外行大。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对疫情即阵发展表示，已经出现互人伤心的数字。More than 300,000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It took 67 days from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to reach the first 100,000 cases. 11 days for the second 100,000 cases. And just 4 days for the third 100,000 cases. 伊讲，敢若防卫是无够的，必须主动面对疫情，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保护医护人员。Testing every suspected case, isolating and caring for every confirmed case, and tracing and quarantining every close contact. This week, I will be addressing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from the G20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void export bans, and ensure equity of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need. 疫情上升，骇客也趁机作乱。这个月想要来侵入世卫电脑系统，攻击是以往的2倍以上，即阵也无查明身份，攻击也无成功。不过知影是想要偷摕最组织相关的密码，治安专家已经提出警告。英国首相强生23暗时宣布全国实施3礼拜不用出外的命令，民众除了上下班、采买必需品，其他时间不用出外。非必要的服务设施也是商店已经关起来，若是无遵守用法。过去英国防疫做法洪批评伤烂性，一礼拜每天确诊几100例，甚至上千例。即阵安尼做表示，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From this evening, I must give the British people a ver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must stay at home. 另外，一只停伫澳洲雪梨红宝石公主邮轮将做防疫大发泄，19只邮轮2700人有部分出现相关症状，却是互因上花，人客拢无检查，也互因四界拍走。即阵有一个病人死亡，官方赶紧来补救，用电话通知赶紧隔离，结果发现超过130人是阳性。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伫全世界患着武汉肺炎的人已经超过41万人，死亡人数嘛超过18000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81000外病例，死亡人数是3277个人。咱台湾昨昏加21例，目前是216例。香港有386例，日本有1209例，南韩有9037例。若中东的国家，伊拢是已经超过24000例。欧美国家，意大利同款是上严重，超过69000例；美国那嘛已经超过53000例；西班牙超过39000例；若德国是超过32000例；伫英国嘛有超过8000例。爱病毒摸伫头拖出去，就爱避免自责。毋过即马当时樱花开甲水当当的时，伫咧东京的上野公园，虽讲无外国的观光客，毋过真侪在地日本人共款是挂水暗烧酒去看樱花，而且照常伫树仔骹食点心、啉烧酒开工。到春分，天气变温暖，东京上野公园粉红色樱花全拢开呀。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外国游客拢取消去日本看樱花，毋过东京民众敢若无愿意失去这个机会，挂嘴暗也要来看樱花。上野公园游客真多，有一个人甚至是对政府禁止宴会告示，敢若拢无看到，就坐伫涂骹啉酒开讲，看起来真欢喜。思ったよりも人はいるかなってやっぱ思いましたね。はい、すごい警備員の人とかもいっぱいいて注意されるかなと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いつもだったら桜が咲いてる時期には毎週のように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1回ぐらいはやりたいかなと思って、今日だけってみんなで決めて今日は来た感じです。民众心理疫情让大家唔敢出門，影響心情。即馬有好風景，就無顧一切要來行行的。やっぱり私もずっと家の中に引きこもっていたので、やっぱり外に出ると気持ちよくて楽しいです。もしかしたら世界的に比べるとみんな楽観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受け取り方が。ただ夜の遅い時間の電車なんかはだいぶ飲み会なんかが自粛されてるみたいで、ちょっと空いてたり、あと酔ってる方がだいぶ少なくはなってますね、都心部の電車の中では。上野公園有上千場櫻花，但年差不多吸引360萬的遊客來遮體驗櫻花樹卡，也差不多浪漫。今年外國觀光客減少，在地人把握看櫻花快樂。若敢會變做紅葉空芳，恐驚看櫻花民眾無去想遮爾濟。記者綜合報道。若美國嘅櫻花即馬嘛當咧開花，嘛是開甲水當當。毋過美國是有封鎖線，禁止大家燒酒去看櫻花，因為即陣美國嘅疫情未收煞，敢若紐約州就超過2萬人感染，而且美國嘅經濟嘛大受影響，景氣歹，失業嘅人增加。美國聯準會繼續出動手來救經濟。美國華盛頓特區雕漆湖附近的櫻花，這幾天大開，警方至3由封鎖線阻止收櫻的人大量集中，因為這週末已經有幾千人呼市華府禁止50人以上群聚集會警局來收櫻花，正做防疫的空芳。美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拖甲真嚴重，紐約州體檢陽性人數破2萬，其中紐約市就佔12000人，也有100人過身。為防疫，全州13開始實施非必要賣出門的居家令，禁止非必要聚會，甲別人愛保持安全距離。市長貝蘇豪向840萬市民發揮，呼籲配合限制令度過挑戰，也感謝聯邦政府及時提供400台呼吸器。不過，目前也有欠幾千台呼吸器來救患者。At this point, we're about 60% of the cases in New York State are here in our city. About 35% of the cases in the entire country are here in this city. We are the epicenter of this crisis. 美國真濟州已經實施居家限制令，經濟活動減少真濟。為避免08年雷曼金融危機重演，美國聯準會2擺大降息了後，23股市開盤進程宣布，無限量收購美國公債甲房貸擔保證券，以及幫助個人甲中小企業3000億美金信用資計劃等真濟項措施，宣示無少任何代價提供市場流動性，當過非常時期。不過因為2兆美金大贏錢市場定型方案，要卡在國會通過，當日美國股市有關係開價價格。I think the Federal Reserve should be commended on how quickly they've reacted and the innovativeness that they've taken.
it's hard to see the immediate impact helping to offset the selling pressure in stocks or the weakening of the economy. 先看重经济表现的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上保证，美国经济未长期停伫遐，未为防疫进行全国封锁，伊会重新评估当前策略，表示真紧会过回到经济开放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听头交易轮流坐，行政院长苏贞昌最近一捆头换掉4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引起争议。防讲是派系咧相斗，也毋过苏贞昌伊是讲，汽车3工去弄掉2架回轮机，甲通远航勤公司的董事长换掉是拄好尔。洪点名的郭营总昨毋发出声明，伊讲公司去年的业绩是有史以来上好上趁钱的，安尼讲对伊无公平。来看《联合报》，行政院昨昏宣布新的纾困方案，对照顾家庭到照顾产业拢有，每一个层面拢有照顾到，对产业的纾困甲个人减税拢有。行政院是表示讲，未来嘛有可能也有后一波的纾困方案，总金额可能会超过1000亿。来看《自由时报》，经济卫福部的统计，最近14天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的人，计共107000人，其中有8200多人去予医生看，比例是占7.7%。外界即马是积极讲，有一寡人返来台湾，就是要用台湾的医疗资源，所以主张讲，若是去佚佗返来防卫着的人，治疗爱家己出钱。也毋过嘛，有人无赞成，烦恼讲若安尼破病的人无老实，颠倒害。武汉肺炎疫情未收煞，影响经济。行政院进前已经提出600亿的纾困计划，昨昏是阁提出第2波的纾困方案，对按照顾家庭到产业，内容是阁较宽，咱做伙来了解。有关公股行库贷款的利息在减码的这个部分呢，是由公股行库来配合，就这个自用住宅在额度1000万元以下的部分再降1码，变成2码，期限是6个月。那1000万以下房贷降是2倍，另外信用卡、车贷甲信贷则是降是3倍，还款期限拢放宽到半年。不过这拢是针对公股行库、民行库部分，尽管会表示各地沟通。另外5月份就要报税啊，行政院第2波纾困方案嘛提出，若是民众因为疫情影响纳税有困难，会当申请延后1年。若是改用分期纳，这是3年来纳不了。另外可以主动提早退税。退税的部分，那基本上财政部它会自动的，而且提前的把这些税务呢退还给民众。那绿色家庭同款有补助，针对老大人、儿童、新长者，每人有1500块，增加3个月。疫情造成外汇市场波动，央行强调，若是短期发生大资金的单方向进出，会出手调解，没有惊吓情形发生，以持汇率稳定。那中小企业关心的水电加纳税补助，20公斤纳税桶每桶属100块，电费钱部分服务企业甲中小企业减少10%，每个月上最减1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国家拢封锁，嘛有封城，咱台湾敢要对咧安尼做？政府敢要发布紧急命令？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伫立法院，伊是表示讲，咱台湾是也无到迄个坎站，伊嘛点名中国，伊讲若准中国一开始无隐瞒，即马全世界嘛袂遮尔凄惨。武汉肺炎和全球是真紧张，台湾境外移入的案例，这几天啊拢是2位数咧成长，嘛致使防疫的压力愈来愈大。再去立法院咧质询的时阵，都有立委关心当时的需要发布紧急命令。万一发生国际经济形势，这个包括经济是当然，经济形势是我们现在这样不足以应付的，这是一种。因为紧急疫情突然。比我们能够掌控之下已经失控到某一个程度，那紧急命令。所以紧急命令我真的实在是希望千万不要发生。苏贞昌指出，要为着超前部署发布紧急命令。不过，时代力量党团对目前的特别条例指挥官的权限有抗被授权的疑虑，提出修法，爱明定应变处置甲措施的范围。也若后面有袂少的城市为着要防止疫情拓开，小连续实施封城。台湾敢会嘛有封城迄一天？苏贞昌是赶紧甲大家信心话声。不到封城这种做法，我们其实因为国人同胞大家警觉性很高，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应该不要自己成为害群之马。
疫情上早是伫咧中国逼出来的，即马拖到全球。苏贞昌批评讲，若是中国拄头，就莫隐瞒疫情，大家较早得到警告，就袂拖到遮尔厉害。毋过欧巴省嘛已经宣布，武汉为4月初8开始解除管制，1300个要调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因为去防自己列管，解除封城了后，敢会当家己倒来台湾，引起大家的关心。既然武汉跟湖北解除，还要包机，还是可以自行坐着飞机回来台湾。后面那半段一定要坚持去做。我今麦跟他问这个问题呢，包机，决定包机好。行政院甲陆委会目前也是以包机倒来台湾的方式为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嘛强调，武汉也是重灾区，也未解除封城进程，情势虽然伫咧控制当中，毋过也是爱小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袂歹，只有东半部的云较高，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甚至嘛有可能会落大雨。咱来看云图，过到了后，西半部的山区甲大台北的地区嘛有可能会落短暂雨。那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明仔天气会搁较好，同款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这2日西半部到大部会影响能见度，空气品质嘛较歹，爱细致。那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是吹南风，温度会较悬，西半部高温有29度到31度，那东半部是26度左右，低温的部分是19度到21度。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那后一波当时的变天，看起来应该是拜五下晡，因为有一波新的方面会到位，咱全台湾拢会变天，因为后壁阁有对凉冷的冷空气会入来，所以毋但会落雨，温度嘛会下降。交通部即马要求台铁对5月初1开始，所有的旅客拢爱磅体温。毋过即阵只有20个较大间的车头有得到红外线的体温的感测器，其他的车头拢爱用人工来磅体温，全拢爱用磅的。有的车长就认为讲，安尼恐惊有淡薄仔困难。伫家人的八道车站无站务员，旅客进站家己旅卡入去，因为我条件海洋公园，伫假日有袂少的旅客。目前全台有47个亲像安尼无站务员的车站，因为5月初1起要全面替旅客量体温，代替目前规划交予列车长伫车顶斗3工。我们基层的车长会觉得说，实行上是有难度的。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不管你车站量到超过37.5，或是车上，你都没有办法叫旅客下车或拒载，因为台铁局没有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消息一出来，第一线人员大反弹，一期北州无人站挖近景点，旅客定定拢是一大阵人，另外也无配套卡住让着发烧要安怎处理咧？台铁局表示会研究相关措施。我怕那个飞过去比较方便。台铁台北车站24下晡开始设红外线测温仪，按算4月初1开始，全台有20个大车站拢会用红外线测温仪。不过高铁台北站、捷运台北站拢已经启用测温仪，旅客感觉台铁的步数有较慢。我觉得台铁每个地方都有量，地方都有。台铁没有哎。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多一份保障，有量的话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并无强制旅客发烧延故在，代替第一线人员烦恼，万一有体温超过旅客，也是要坐车也无法可管。即马连坐车拢无法度强制旅客挂喙安，清明年假就要到啊！目前定位真满，也是防疫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政府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要禁止外国旅客来咱台湾搬飞行机，要禁止2礼拜。昨天是头一天，通机场规个机场拢冷冷清清。桃园机场飞行机规个拢停满啊！为了要阻挡疫情伫咧全球滚价，机场的航班减少，飞行机停飞。航空公司嘛，甲引进套套啊，较袂营业，因应长时间的停飞。另外，机场内底嘛是空，敢若有蓝山的旅客。这是雨衣，隔离衣，只剩最大号的 size， 然后我穿不下，就 M 号全部都被抢光。知道要居家隔离了，知道。有没有感觉今天飞机上人数非常少？非常少，一个人可以坐1排。当然，因为这个病毒是全世界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说不应该让人太多那个结果。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球大流行，为着避免疫情透过空中运输来传播，为24开始2礼拜的时间，台湾全面禁止旅客转机。不过，预计也有3985个旅客24返点进前的转机。桃园机场嘛加强消毒。
只要一发现，就透过2氧化氯先做消毒的动作，好，在垃圾桶把它消毒完了之后，我们打包，整个就丢到那个焚化炉去做一个焚滚的动作。觉得台湾的防疫政策怎么样？蛮好，很好。后来就轻松了哦。台湾防疫最好了，一进来检验什么，很正确啊。对啊，大家都有保护措施就对了。根据移民署的统计预报，桃园机场日时入境3898个人，出境2513个人，拢总6411个人。旅客返来到台湾，感觉真幸运。除了俄罗台湾的防疫，让人真安心，嘛认为停止转机的政策是对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的地方武汉肺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按算要宣布禁酒令，香港8千多间有酒牌的店头、酒馆拢袂使卖烧酒，这是引起业界的批评。另外，澳门嘛宣布讲，对今日开始要禁止外国人去澳门。香港疫情继续升高，最近新增加个案大部分是境外移入。特首林郑月娥伫23宣布真侪项防疫新措施，为自个0点开始封禁14天，为香港居民禁止为海外入境，所有入境者也拢爱强制隔离14天。另外，佫颁布禁酒令，引起酒吧业者大反弹。大家都知道打邊爐事件啦，曾經引發過一個問題出嚟。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政府睇嚟咧，佢淨係咧針對賣酒嘅場所。就我哋當然希望每一位嘅香港市民喺今次咁危急嘅情況咧，都能夠自我約制。如果能夠成功自我約制，就唔需要大量嘅法律嘅工作。禁酒令確實成效，有8600間嘅酒吧甲餐廳攏會受到影響。業者表示，成有8成攏來自酒水。安尼做對防疫無幫助，因公司結束營業。林鄭是強調立法抑閣需要深入研究，所以佢會聽業者意見，希望民眾自律。香港24宣布新增加30個確診個案，大部分是境外移入，其中一人去過澳門，澳門也宣布要甲香港防疫措施同款，25個開始禁止外國人甲14天內勿出國嘅中港大人士入境，禁止所有入境前14天內曾經到過外國嘅有關嘅內地、香港同埋台灣嘅居民，停止喺澳門機場嘅轉機服務。入境前14天到過香港、台灣的人，也愛到衛生當局指定的地點接受14天的醫學觀察。何一成也表示，政府找找適合的酒店做醫學觀察真困難，尤其到即馬無一間酒店配合照相，呼籲企業應該承擔更加多社會責任。另外，深圳24開始，經口岸入境的所有人攏愛做核酸檢測，經深圳口岸到內地人愛向海關交健康聲明確認狀況。記者綜合報道。那中國則講，因的疫情在收煞，煞隨後家己洗面。中國官方公布23，中國有加78感染者，其中有4個是本土病例，內底有1個是醫生，無排除是發生病院內底小微感染。即陣全世界攏無用佇咧防止武漢肺炎繼續傳，佇咧病毒發源地武漢封城2個月過了後，宣布3月25開始，武漢以外地區解除管控，為4月7、8開始，武漢市正式解除封鎖。那武漢當地也開始小耍開工，物流公司人員攏掛嘴暗，無用出貨，公車也恢復營運，大賣場也開放給民眾入去買物件。現在呢，只要把防護措施搞好了。然後自己進來選的話呢，個人也方便了。在武漢小連續5天無出現新增加的確診病例，不過官方公布3月23又閣增加78例確診個案，其中74例是帶病入境，有4例是本土個案，分別出現在咧北京、上海、湖北甲廣東。但迄個出現在咧湖北的確診個案，豐城是湖北省人民病院的一個醫生，無排除出現院內感染。湖北新增確診病例1例。為武漢病例，他這裡沒床位，不管到哪不要病人，都不要病人，是不是？所有的醫院都不要病人，所有都不要。就在3月7日，武漢宣告14間封城病院全部結束了後，武漢義工組織的成員親目睭看到對封城病院轉去到社區的人又閣出現症頭，不過病院煞無要收，就為着要營造零確診個案的這個表面數字。至於這個數字到底準不準確，你懂的。
这个是政治治疗，而不是医学治疗。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头前，开始有民众登来行搭。自本对这个月初3就无再再传出本土的确诊个案，不过3月23又搁新增加一例。上海市政府宣布，按3月25饭点开始，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香港、澳门，也有台湾出入港的航班业务，相关的作业拢会转向浦东机场来办理。进到国内入境的话，它不是进来会做检测，然后会进行隔离嘛？除了上海，北京政府也宣布，按3月25开始，所有入境的人拢要隔开观察14天，而且要采检。这段时间隔离观察的费用要家己纳，若检测的费用就由个人医疗保险来负担。记者阿敏、金女随综合报道。全世界拢同款，第一线医护人员即阵是上无闲嘛，上辛苦，所以有一寡有爱心的单位是提供医护人员免钱的食食，另外还有点头专工安排一个时段，互老大人甲医护人员去买物件。目前英国确诊甲死亡的人数欠悬，伦敦的医疗人员压力嘛愈来愈大。为着要让医护人员无其他的烦恼，伫咧前线作战，伦敦最近出现志工团体，专门替伫伦敦西南部圣乔治大学病院辛苦的医疗人员提供免费的饭菜，一工送3届。So basicall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e're here is that when the nurses are finishing a long shift and the doctors, they've been going to the shops and there's no food supplies left. So we're hoping to bring in provisions, not only lunches and dinners, but some basic staples that they can come and grab, so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若提供饭菜，志工团体甚至发起捐款，替袂当转去厝的，就爱住伫咧旅社甲厝内的人隔离的护士倒纳带眠的费用。这个大心的服务，嘛计划要扩大到伦敦的其他园区。类似的服务嘛出现伫咧意大利的重灾区、伦巴第大区的首府米兰。原本针对上班的人外送饭菜的平台，为着要感谢辛苦的医疗人员，即卖已经改做专门替医疗人员免费送餐的服务。另外一方面，因为疫情要烧未退，真侪国家拢出现民众抢物资的情形，为着确保医疗人员甲老大人嘛会当顺利买到生活用品。伦敦郊区的一寡超市，这礼拜已经开始增加营业的时段，让医疗人员甲有会的人会当先入去买。另外，美国加州真侪超市甲店头，顶礼拜嘛开始出现类似的服务，早起8点至9点，优先开放予60岁以上的长辈来买物件。伫咧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还阁咧炭烧的时期，嘛，互咱看到人甲人之间互相斗相共的混乱。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掠到犯罪集团威胁查某囡仔翕性虐待影片，甲影片放伫通讯软体报上，疯看了后趁钱，会员有26万人。受害查某囡仔上无有74个，包括16个未成年。南韩社会是真愤慨，超过300万人人数要求政府严办。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去台南的空军甲陆军视察。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讲，即摆疫情真紧张，加上这中国的军机是直透地来乱，伊甲国军讲，守护国家安全是袂使放任。另外，副总统陈建仁是伫伊的面册是发布文章，表示讲，伊认为疫情要较歇咧，可能阁爱2个月。那目前是正在由第2方面在群众一个记录这样子。去台南基地视察空军第1战术战斗机联队，蔡总统对来看上番后送作业演练以外，更加重要是最近中国战机一直走台，来了解空军舰队解放军远海中航的土地，甲天军部队整备现况，紧急起飞演练等，都算面对疫情挑战，空军也确保国家领空安全。虽然目前疫情紧张，但是中共军机还是不断的扰台。对台湾与区域安全的威胁并没有降低，也要求空军弟兄姐妹一定要确保国家领空的安全。在去陆军步兵203旅了解新兵接训防疫情形，要入营夜南，拢先到区公所确认体温，填写出国调查者资料。国防部也实施分区分流，佮发展出防疫包，为可能的隔离做好准备。蔡总统也希望少年世代应了解国家任务，尤其伫这摆防疫当中，感谢国军动员甲努力。不仅是我本人，社会也都看到了，在防疫作战上，国军入力完成任务。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部队，平时保护人民，战时保护我们的国家。
接被中国官方媒体批评，副总统陈建仁23暗时阁发文，以公会专家角度谈论武汉肺炎发生率、致死率甲病毒检验阳性率的相关分析，认为目前各国疫情依然是伫个升悬的阶段，至少要2个月时间才会较减少。也强调伫台湾无做普检，是加强密切接触者甲高风险族群的病毒检验，这是有效果的。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今麦拢为着武汉肺炎无用试试，中国说一直派军机来射台湾，但係國軍嘛無落軟，昨透早啟動操演，陸海空三軍聯合防空作戰。模擬中共軍機來，空軍發現基地8架 F-16戰機緊急實施防空攔截，看到感覺紅的尾葉，戰機小連續飛去天頂。武漢肺炎佇咧全世界的軍架，啊毋過中國佇咧疫情期間真濟屆派軍機來擾亂台灣，而且佫超過台海中線，引起台海情勢緊張。國軍日前透早啟動連上操演來阻擋中國威脅。疫病，並不應該去影響軍隊的正常訓練。那麼，但是我們也不歡迎，在我們防疫壓力很大的時候，增加顧慮的這些安全威脅。國防部即個透過實兵無實彈的作戰方式，模擬敵人攻擊台灣的重要陣地。三軍進行聯合防空作戰，強化保護目標的能力。另外，美國海軍第7艦隊23真罕哩快佇面冊發布，美艦佇咧南海進行實彈射擊演練。真拄好的是，日本防衛省暗時嘛公布，中國解放軍一隻Y-8炸機已經就出現佇咧東海天頂。雖望中國偵察美軍飛彈或者是美軍的電子信號是無啥可能，啊毋過美方最近大動作軍演，馬克龍認為這是西太平洋印太戰略位置真重要一個。那麼傳給北京的訊息就是，我們美軍在逐步的增加我們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那麼傳達給友盟國家的訊息就是說，美國沒有離開。學者嘛講，美中雙方未來軍事比拼對峙的狀況會愈來愈接，為着避免台海變做美中強權的戰場，台灣必須要加強家己的國防實力，注意國際政治局勢變化，才會當佇美國、中國、台灣三方佇咧拼鬥的時陣有家己的地位。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站8點外，國道發生一件中型巴士的車禍。當時巴士頂頭有載3間台中3間學校的厝兵隊，因是專工要來台北的小巨蛋練習。親像是因為司機駛車駛甲細心才會出車禍。巴士頂頭13個老師甲學生攏送上病院，好佳在攏只有輕傷。救護車警示燈佇黑暗中一直閃，內邊甲中外車道攏暫時封閉。國道1號北向42.7公里，南口舊山段24暗時差不多8點半，中型巴士駕駛敢若是無注意落風，直接弄到一台當地執行扣落落來唔驚走劫的玩弄車。我們撿完東西要走了，他就後面沒剎車就直接撞上來了。玩弄車的車尾來入去巴士車頭，冇弄到分頂。警方表示，巴士坐是新港國中、鳳陽國中甲後松國中的厝兵校隊，要去小巨蛋練習。車頂的師生包括駕駛，攏總16個人，其中13個人輕傷送去病院。因為常常都是在休息，都在睡覺，所以都不是很清楚。經過檢測，30歲中巴駕駛酒測是零，事故現場喺暗時9點33分完全排除。警方可以調查發生代誌原因。他在後面上來，看起來速度好像還蠻快的，不然後面不會撞成這樣。那個差不多要多少錢維修？這個不少哦，聽說100萬要。要哦。為了處理國道事故，實際時間高公局攏會設玩弄車來確保用路人甲施工人員的安全。按過根據統計，今年1月份到2月份，全台都發生14件國道玩弄車搶弄的事件。弄到人愛家己負擔賠償，金額上少差不多14萬塊，上濟是180萬塊。高公局提醒民眾都要注意車前狀況，才袂發生意外。記者綜合報道。那伫新北市甲高雄市攏發現有愛居家檢疫的人逃竄出去，四界拍走，好佳在攏拄着警察，互警察抓落來，才發現講因攏是逃走出來。警方伫路年甲這個橋頭擺小姐抓落來，核對伊的身份證了後，系統所顯示伊是袂當出外居家檢疫的對象。那我回去我就住在旁邊而已。你這樣違規呢？我想說買個東西，因為我家裡都沒人。系統跳出警示畫面顯示，該對象屬居家檢疫身份，
远警立即劝导该名机车骑士返家。民众认为讲，敢若是暂时出门买物件，赶紧回去就好。啊，毋过依法也是奉送卫生局来处罚。为着斗3工防疫，警用系统最近增加防疫对象监视的功能。啊，毋过就连国道警察伫咧高速公路拢会当拄到居家检疫的对象。即台伫咧中华路段去用砸落来轿车，因为路草无熟，车伫驶时阵有淡薄翻来翻去去用砸落来，结果驾驶是应该伫高雄居家检疫的对象，甲检疫手机留伫处理，相比定位。整个的系统监控里面是比较难以去掌握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会检讨相关的一些整个体制，那考虑日后在类似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可能考虑用互相监控的方式，那甚至于有里邻这一部分。高雄市卫生局坦白讲，敢若高雄目前居家检疫人数4000多人，一天抽查2届已经是真大的负担。当咧考虑向中央反映讲，来日起警方巡逻或者是人力通报系统斗3工监管。啊，毋过高雄选嘛有居家检疫的对象，无法度出门煞叫朋友来佚佗。叫朋友去唔到，啊，我不用怕安怎个，我会烦恼啊，啊，到底有没有法子啊？高雄市卫生局强调讲，民众若是家己去接触居家检疫的对象，目前无处罚的条款。啊，若是大楼嘛无强制拒绝人客权利。虽然敢若是少数居家检疫对象出现防疫的空隙，啊，毋过会甲中央来研究应对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咱国内爱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的人，拢总有37000多人，其中新北市占1/3。新北市长侯友宜即摆是要求警察爱伫一寡公共场所，也是店头外口加强巡逻，比对身份。24早起，新北市上新的居家检疫人数有12416人，占全国的1/3。为着摆互防疫出现空隙，市长侯友宜要求甲公有封闭式的场馆关起来，暂停营业2礼拜。针对民营的无通风的空间，嘛要求重点卡工，来取代扩大立检的部分。从昨天开始，我就要求警察机关把人潮多的封闭空间不听规件的业者盘点出来，全部站岗。2个小时一班就可以换人力，我一个晚上的扩大临检的动用人力，可以比14天的人力还多很多了。新北市想要减少群组感染，而且嘛要严格预防居家检疫的人4个拍走。侯友宜早起讲谈话，若是超过伊违反规定，会考虑公布伊的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认为讲，徛伫咧防疫必要的原则之下，袂反对地方政府甲名公布。台北市政府是去公布一个居家检疫失去联络的人的名。他的手机号码是空号，地址也不是他的居所，2次以上联系，透过警政系统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叫陈策，本国籍，109年3月21号入境，从北京回来。面对疫情产生的冲击愈来愈大，新北市阁公布3项纾困措施，针对受到冲击真严重的行业，采取租税补贴甲减免、减收持有不动产租金甲权利金，啊，阁有延长信用贷款保证期间等等的措施。所谓的监控行业，像对游览车客运业者，我们会配合中央补贴牌照税，应纳税额50%。新北市新一波的纾困方案预计上近25早起公开。另外，考虑到老大人的感染风险较悬，宣布20时开始，大房县的老人安养机构会暂停探访，日间照顾甲居家服务，嘛扩大暂停服务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花莲县议会昨透早雄雄宣布讲要暂停开会。不过即马花莲甲单也无确定病例，而且还有真侪法案但未审查，雄雄安尼法庭，互真侪议员啥拢无。这是花莲县议会议事厅，原本20早起要召开临时会，议长宣布暂时莫开会，因为提案议员认为花莲县目前居家检疫的人数已经有500多人，是真危险，所以建议休会。这疫情最怕群聚感染，所以议会今天开临时会，我们又是民意代表，为了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提案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临时会休会。经过议长问与会议员，只有一个国民党籍议员李秋王反对，因为这届临时会要审的法案总共有11项，是分做建设类和社会福利，金额为几百万到3亿外，休会后部分议员感觉是真烦恼。应该先前跟议员们先沟通嘛，忽然觉得大家都觉得措手不及啊。我建议啦，就是说有关于社福类的案件，还是要优先来审查。花莲县议会表示，这是花莲第一届因为疫情的关系来休会，若是有相关法案受到影响，是真危险。因为我们都是合议制嘛，那就是要等到开会，大家来决定，也没有办法用私底下来签这样子。
花莲县政府这届临时会的提案，较大的项目有低档了的工程修复，佮有花东基金的补助款，含协助弱势族群的方案，佮有关怀游民的项目。什么时阵会当佮开会？爱看疫情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去台中。台中的三阳国小这间国校啊，虽讲细细间啊，全校敢若7个班尔，也毋过这间学校的太鼓队真厉害。做伙来看这点认真的囡仔。专心抓节奏，囡仔兄囡仔姐气势十足，这歌声有要弄加真活。因展现平常时骨力拍鼓的成果，这场表演，互台下的观众也个评审听得到底是真感动，也互因伫咧台中市的音乐比赛国小组打击音乐的合奏这个项目摕到第2名，成功进入全国赛。每个礼拜3都很努力，虽然我们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就用这少少的时间很努力的去练习，终于可以上台表演。掌声给很多的观众看。差不多15年前，台中大道区山阳国小的老师为着鼓励学生囡仔多元发展，甲艺术也有人文结合伫咧学校的课程，以太鼓做学校的特色，成立太鼓社团。虽然学校人数无讲介济，全校只有7个班，不过年岁较大的囡仔就带较细汉的做伙练鼓。社团的教练对这摆学生进入决赛心内真激动，也讲出对社团未来发展的愿望。三阳国小呢，最棒的特色就是我们发展太鼓已经非常悠久。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希望以太鼓为核心呢，邀请大肚区的我们所有的朋友，然后一起共襄盛举。通过太鼓这样的一个媒介，能够去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社会服务哦。那甚至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推广到我们的家长。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决赛自本定伫咧3月初，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团体赛拢取消啊。山阳国小表示，最近学生囡仔包括练团也个营队也拢先按下，希望降低囡仔集体烧坏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义乡的农会这几冬拢在鼓励农民种有机的毋仔，嘛协助在地农民来申请有机的认证。虽讲打开始产量有较减，也毋过好处是毋免人险八悬八价，安尼加较安全。南投县的信义乡是国内重要的梅仔产地，不过在地多数的梅仔树拢种伫咧山坡地，对一寡较有货的农友来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工课。为着要改善种植的不便，大多少年的农民开始改良，培养全有机的栽种法，互老农民毋免阁八悬八价。古来也看到友善环境的改变。其实这个相对的，对现在一些老农啊，慢慢就是一些老农，他的年纪越大，可能在一些山坡地的一个种植的方法的话，我想是否要改变一种耕种的方法？那我们就是管理上比较恢复原始的这种做法。信义乡农会这几年来鼓励农民有机栽种，因为梅仔树本地就无啥需要喷药啊，那是直接转做全有机栽种，可以当协助农民摕到有机认证，发展各种的梅仔产品，拓展多元的销路。因为梅子它的病虫害相对所有果树来讲，它是比较少的，尤其梅子的果实它是酸涩，所以一般的虫不吃，所以它要做有机这方面来讲，可能它就相对的就比较容易。大部分人农友他们因为都是小农嘛，会希望有自己打品牌的部分啊，所以还蛮多院政户为了做差异化行销，就开始来做有机验证。不过，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真侪农民也无法度顺利摕到认证。若要正经推广起来，有影是无遐尼简单。农会除了继续坚持有机转做的概念，也招侪农民做伙讨论意见。望讲友善环境以外，会当互消费者买到上健康、安心、好食的梅仔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云林苏澳是有一个少年农民，伊退伍了后，就决定要回去故乡种草莓。伊种伫家仔顶，嘛鼓励老人来挽。挽的时就毋免哭落去，佮爬落来，是加较方便。尤其学了少年农民吴一定种的草莓真新鲜，因个特别对台北走来遮挽。过的那个评论说这边的还不错，天气还不错，然后这边的草莓蛮新鲜，蛮大颗的。他从第1年开始有草莓，我就每年都有来采。 81年厝的吴一定发现，若到年节，真侪人会回乡过节。不过附近无啥景点，因专种家己上爱食的草莓，也用心经营草莓园，希望草莓园通成做地方的特色景点。我自己在这边生长10几年，像
节日重大节日的时候，过年啊，然后大家都回来4、5，结果我没有地方跑。吴一定前退伍的时，就决定返来故乡种草莓，因为草莓惊热，土块温度会影响草莓的生长，所以伊嘛用高价方式种植，那提高草莓的品质，嘛互行动不便的民众也是老大人较方便买草莓。我们采用高价的做法。可以比较就是不要让它太靠近地上，这样子，比较减少一点点的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地啊，就是老人家比较多，那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家，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方便的一些长辈们啊，可以一起来体验的。我一定有时也和地方的机构合作，互老大人同齐来体验买草莓的趣味，希望用伊上喜意的草莓，替地方、替公益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新北市的七头米仔银行，当年拢会当回收20吨的七头米仔。有的一寡二手的七头米仔已经坏去啊，修理袂好，就因会找一工，互家长一带囡仔来甲这七头米仔拆掉，做哩拆，会当偷放压力。今仔日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下午10点带乡亲咱做伙来行一转。远古银行物流中心，当年拢会当回收20公吨的七头米仔。遮尔惊人的数量，大家敢知影？其实有9成拢是无法度做一般资源回收。因为政府是无法度回收这个物件的，因为伊有塑胶啊，有螺丝啊，佮有贴纸啊，就这物件做伙，所以无法度做分类回收安尼。经过远古银行的整理，总会有无法度搁再使用的七头米仔。就伫个逐个月举办的拆七头米仔活动，互民众会当带囡仔尽量来拆。有时候像这种活动，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他的小肌肉发展还蛮不错的，他可以训练他的小肌肉。对，那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让小孩子去拆，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所以其实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这款的活动唔会当排解压力，嘛会当互内底零件，亲像螺丝、电线、摩打等等，会当搁再运用，互有需要的人来免费申请。阮拆掉了，有一些零件会使再利用啊。我们想过家己讲的是，你在买玩具的时阵啊，你要多想一下，多考虑一下。虽然当年远古银行拢爱处理遮尔侪七头米仔，互资源会当好好啊运用，煞比袂过民众交管含单调的速度，因此嘛呼吁民众伫需要买含想要买之间，该加思考一下。记者吕尚如、陈凯文、陈凯峰，新北市报道。感乡亲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9度；中部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南部温度上加21度，上悬是31度。东北温度上加20度，上悬27度。外岛是14度到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